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啊！有一位年輕女藝人楊安妮，大家都叫佢做 Win Win。喺香港娛樂圈入邊，佢以獨特嘅歌聲同埋出色嘅跳舞技巧聞名。佢出身自 ViuTV 嘅選秀節目《全民造星》，喺2021年尾播出嗰陣，佢以第5名嘅成績出道之後，簽約 MakerVille 成為正式藝人。Win Win 呢就唔單止做歌手啦，仲係一位跳舞老師，經常喺社交平台分享佢嘅舞蹈片段，吸引咗唔少粉絲。佢嘅舞蹈風格偏向街舞，特別係 Locking 呢個類型，動作精準、停頓、有力，充滿機械感同埋爆發力。Locking 係一種源自美國加州嘅街舞，強調鎖定動作、popping 同 wrist twirl 等技巧，對體力同控制力要求極高。Win Win 喺呢方面表現出色，喺多個節目同 MV 入邊都展現咗佢嘅實力。但係 Win Win 嘅人生唔係一帆風順。喺2026年3月，佢喺 ViuTV 節目《晚吹怨女俱樂部》入邊，第一次公開分享咗佢對抗罕見病嘅經歷。呢個病叫先天性肺動靜脈瘤，英文係 Pulmonary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， 簡稱 PAVM。呢種病咧係肺部血管畸形，動脈同靜脈直接連接，繞過咗毛細血管，導致血液氧合不足，長期血氧飽和度偏低，增加中風、腦膿腫同肺出血等風險。根據醫學資料，呢個病相當罕見，大約每10萬人只有1至2個病例，多數係遺傳性。但 Win Win 嘅情況係先天性，患者通常喺20至30歲之間出現症狀，嚴重時可能致命。Win Win 嘅病史可以追溯到佢20歲左右，嗰陣佢去咗日本做 working holiday， 為咗符合當地要求，佢做咗肺結核檢測，結果發現肺部有陰影。呢個發現呢，完全係意外。如果唔係去日本，佢可能一世都唔知自己有呢個問題。返到香港之後，佢進一步檢查，確診咗先天性肺動靜脈瘤。醫生發現佢肺部有8個漏洞，血氧水平低到86%，正常人應該係95%至100%。醫護人員見到呢個數字都嚇親，以為儀器壞咗，好幾個護士輪流測試儀器，確認咗係真嘅。醫生話呢個水平嘅人通常已經要插喉治療，躺喺病床上，但 Win Win 居然仲可以正常活動，簡直係奇蹟。由於 Win Win 年紀輕啦，醫生選擇咗微創手術嚟處理。喺22歲嗰年呢，佢進行咗第一次手術，用金屬塞嚟填補肺部嘅8個漏洞。呢個手術歷時8個鐘頭，最恐怖係全程只能局部麻醉，冇全身麻醉。Win Win 事後回憶，手術過程中佢完全清醒，感覺到儀器喺體內移動，好似不斷被東西插一樣，痛到極點。加上長時間忍療，佢形容係極度不適同劇痛，甚至出現咗人生走馬燈，以為自己要交代遺言。呢個經歷對佢嚟講係巨大嘅考驗，但佢捱過咗。手術之後，醫生建議佢避免劇烈運動，包括跳舞，因為跳舞需要高強度體力，會增加肺部負擔。佢每年都要做2次 CT scan 同心臟超聲波檢查，監察病情。從22歲到25歲，Win Win 表面上過住正常生活，但係內裏一直喺抗病。佢冇公開呢件事，繼續工作、教跳舞、拍節目。佢喺社交平台上分享嘅多數係正面、活力滿滿嘅內容，冇人知佢背後嘅辛苦。但到咗26歲，病情突然惡化。有一日喺屋企，佢眼前一黑，突然暈倒，全身無力，只能搏命爬出房間求救。嗰陣佢剛小便完，衣衫不整，媽媽見到以為佢出咗事，甚至誤會係遭遇強暴。之後佢開始咳血，情況越嚟越嚴重，深夜嘔血，血從喉嚨湧出，一瞓低就窒息，只能坐住瞓覺。呢個階段佢幾乎無法正常休息，體力急劇下降。到咗27歲，Win Win 冇辦法再拖，決定進行第2次手術。呢次係全身麻醉，切除咗肺部病變部分，大約18厘米嘅肺葉，相當於右肺中葉或部分。手術後，佢肺活量大幅減少，永久性損失咗一大塊肺組織。出院後，佢要重新學習呼吸，因為肺氣泡同傷口問題，大力呼吸就會全身痛。佢自嘲自己簡直係廢人一個，連基本動作都做唔到。為咗瞓覺，
佢喺屋企自製咗一張坐臥床，維持咗2個星期坐住瞓，體力差到極點，吹脹氣球都唔得，晾件衫都要休息幾日。呢個康復期長達4個月，期間佢完全冇跳舞，生活完全停頓。喺住院期間 ，Win Win 經歷咗人情冷暖，最心寒呢係當時嘅男朋友態度啦。佢唔點名，但係根據時間線呢，應該係 KC 黃家浩。佢哋拍咗6年拖，前年10月分手啦。Win Win 話佢要幾乎哀求對方先肯嚟探病，到咗醫院又借故玩電話，態度冷淡。臨走時仲不耐煩咁講，咪嚟咗陪你咯。你以為我冇自己嘢要做咩？呢句說話直接傷透咗 Win Win 嘅心，讓佢睇清咗人情薄涼。大病之後，佢人生觀大變，後悔以前冇好好珍惜家人朋友。佢話一場大病讓佢明白健康同身邊人係最重要。但係 Win Win 呢就冇被擊倒㗎。從28歲到而家29歲，佢持續接受物理治療，處理手術疤痕。疤痕影響咗部分動作，因為拉扯會痛。但近半年佢呼吸漸漸改善，努力練習 pick up。佢展示咗身上嘅疤痕，話雖然有限制，但佢冇放棄跳舞。事實上 Win Win 嘅堅韌喺娛樂圈入邊有目共睹。佢出道4至5年，從來冇利用病史嚟宣傳自己，總係低調處理。直到而家病情穩定，先慢慢分享，澄清自己唔係爆肺，而係罕見血管畸形病。佢喺 IG 同 Threads post 片同相，包括嘔血照、留院照，目的唔係博同情，而係提醒大家定期檢查身體，珍惜健康。講到 Win Win 嘅跳舞事業，佢真係一位實力派。佢專長 locking， 喺 ViuTV 節目 Dance X Crew 做主持兼老師，教過初學者課程，解說街舞技巧。好多觀眾讚佢教得清楚，動作乾淨利落。佢自己嘅 MV 9 Shake 邀請咗55位舞者參與，涵蓋 locking、crumping 等多種街舞片段，充滿活力，證明佢唔止自己跳得叻，仲想推廣街舞文化。雖然肺切咗一大塊，肺活量減低，但佢半肺狀態下仲 keep 住高強度表演，簡直係武神級數。Win Win 同 ERROR 隊長梁葉肥仔嘅合作，更係佢堅韌嘅證明。肥仔係另一位跳舞高手，佢哋經常一齊玩，火花四正。例如喺肥仔 Solo、MV Fat Fresh、Win Win 坐鎮熱舞，同 Candy Acola 一齊拍。MV 充滿活力又搞笑，肥仔話 Win Win 係香港女藝人跳得最勁之一，一定要揾佢合作。佢哋組成限定舞團天下兒，喺節目困獸鬥 2.0 入邊大跳日本女團 Avantgarde 版，今期流行串連身裙、戴假髮、表情搞鬼。肥仔蘇蕪公吐痰絕技，贏咗其他隊伍。呢個表演喺泰國拍攝，連當地歌手都嗨爆。另外，佢哋喺港鐵站追黃色橡皮鴨，穿梭車站自創鴨仔舞，跳咗幾十次，活力滿滿。肥仔話：當年橡皮鴨訪港都冇咁癲 ，Win Win 完全唔輸陣。呢啲合作證明 Win Win 就算身體有局限，爆發力同節奏感依然頂級。佢話疤痕限制咗某啲動作，但佢用其他方式補救，努力練習，證明身體唔完美都唔阻追夢。從醫學角度 ，PAVM 未治療嘅風險高達50%會有致命併發症，如腦栓塞或肺出血。但治療後成功率超過98%，死亡風險降至3%。Win Win 經過2次手術，積極追蹤，預後正面。佢終身需要監察，因為剩餘小血管可能再生長，但只要避免感染，生活可以接近正常。佢嘅故事唔只係個人經歷，仲係對罕見病患者嘅鼓勵。根據香港醫學資料，類似血管畸形病需要及早介入。Win Win 嘅及時治療救咗自己。Win Win 最擔心嘅死法係血浸肺導致窒息，但佢不斷告訴自己：楊安妮，你唔可以死，你仲有好多嘢未做。呢種積極心態幫佢撐過最艱難時刻。佢感謝屋企人朋友支持，特別係圈中好友如 Ash 煲湯、情人褲、探病，佢人緣好。留院時朋友帶滿台零食，姑娘笑話似 party room。Win Win 樂觀到呢，即使插滿喉5日冇洗頭，都笑住話辛苦養擔到朋友開心。
值得。Win Win 嘅經歷證明咗，面對罕見病同手術後遺症都可以堅持夢想。佢半廢跳 locking 跳到癲，同肥仔玩到嗨晒，成為香港街舞圈代表。呢份韌性同真誠值得大家學習。記住，健康係一切基礎，多做檢查，珍惜身邊人。Win Win 繼續努力，期待佢更多作品同表演。嗱，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